今日电报，台东的海埔有3公尺长的豆腐沙跨沙死亡，相关单位已经来处理，也死亡的原因要过来厘清。规身躯拢是白点，这是豆腐沙，一种保育类的海洋生物。伊倒伫石头堆袂沉袂动。台东市丰里环边透早有钓鱼民众发现长度超过3公尺长的豆腐沙跨沙死亡，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协助处理。让花那边打上来，太重了，也想要救也没办法。没办法，钓鱼也看到还是啊？大搁钱唔知死偌久啊。县府农业处表示，海巡署会通报海保署，请专家学者来在有后续的处理。这只死去的豆腐沙目前看不出明显的空脆，干那尾部分亲像有挂伤。学者分析，按照豆腐沙碰起来的皮肤来看，应该已经死一段时间。不过，确定的死因，有关要等解剖了后，才当进一步厘清。应该死亡有一段时间了。那所以其实有些皮肤是脱落的状态，所以会被认为它是有伤口。这只大小大概还不到5公尺，这个体型它基本上还是未成年。从2019年到现在的数据显示，每年的搁浅的鲸豚数目平均大概是150到160只。每年并没有很明显的往上升，也没有很明显的往下降。推动海洋甲海底的保育，除了监督环境工程对海洋保育的落实程度，也要避免无适当也是过头的观光甲渔业行为，影响到因的生态。安尼才会使尽量伫经济甲保育之间抓中和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